老苏那么子工作的嘞，对最大大知道，对吧？工作的嘞，老苏我做你不的怎么样？你不算对不对呢？我们一起，这里哦，那么当公布怎么样了？这才lo看给lo的米的年代那么大，还是今年这个继续是去年给多花两帮子。看到西边镇上没人门头都爱你是做做惯了，普及大自养老出去养点松，走到前朝年暮年龙来给家着这才进，没人没事都爱牛过几年就在人间那。推年大庆社区大水元旦绿洲，开始土一过。就当就你现在大陆没事，江北养了对。我妈的巴掌那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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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的巴掌那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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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的巴掌那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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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开个介绍为社区大陆的木门把入塞呢，家长登记上路到吧伊，老者宝贝那我这都是。行，我放另外一个，没有吗？我可以发一个，这个换了，我再发给你吧，可以换吗？可以再啊？不是那个，其实你那个里面，啊，Drive 里面吗？Google Drive 里面吗？哦，那你们印的是这个吗？哦，好，那我们就按照这个，其实差不多了，有些地方有改，因为这个地方没有改啊，我再改的部分再发给你们。哦，好，嗯，呃，也是上周的那个电影里面的后面的句子来讲解嘛。那首先对话里面的生词，像我们先用生词，这些生词大部分都很简单，我们呃早期都有学过吧？啊，再次进一步复习这些生词。特地、特地、特地、卡桑、卡桑、党工、党工、米lâm、米lâm、尼lâm、尼lâm。米lâm跟尼lâm两个都会讲，反正是梦嘛，或者是梦幻。有的会讲写这个米lâm，我就以后就是尼lâm，尼是本身是睡嘛，啊，睡觉，直接翻译的话是睡到嘛，咱们是到嘛，嗯，好，所以前面的句子这些
生词，每个句子里面生字是应该是会蛮多的，但是有些生字你们以前都有学过，有些没有学过，但是生字不需要一定要去死背，知道吧？那个在对话里面的在那个语调，然后是切割，在哪里断句，这些要记住，这些比较重要。那生字是我们慢去累积嘛，出现虽然蛮多的生字，但是不一定说全部能够记下来，不可能嘛。这边的我上次也提过，阿扎跟齐密是在这些在那个影片里面，他称呼的对象的名称。啊、阿扎我在翻译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是对我们这边会出现，有些是丑辣，有时候是出现阿扎。那在这个翻译的过程当中，要丑辣一个是哥哥，然后是对于他的太太来讲，他的就可以说先生嘛。所以对取辣的名称里面，你也可以针对对象来去区分嘛。啊，那阿酱其实阿酱是姐姐，呃，我在中文的翻译里面有的会翻成是大嫂，因为自己的哥哥的嫂嫂直接会讲阿酱没有特别说另外里面的一个称呼大嫂二嫂不会这么说啊。阿酱亲密，所以这特地引的亲密，所以这特地引的特地引的特地引他，那这个它就是语尾里面的，就是一个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就是已经准备好的意思嘛，所以这个是口语里面发出来的一个音调，我们再念一次，亲密，随着特定音的，随着特定音的，啊、然后亲密在回复的过程当中，他说阿加突击切呢，阿加突击切，突切呢，对不起，突切呢，突切呢，那口语会讲突切呢吗？突击切呢是吧？突击切呢，那这边是突击切，突击切那突击这边的击省略了，突击是不是？突击突切呢？突切呢？阿加突切呢？呃，你们在这个写字的过程当中是在写突切呢，是你刻意不用念去突切呢，突切呢，它写是突卡数，对不对？对，这个念它写是突卡萨突，按照以字面来去念的话，突切呢嘛，突切呢就是或者是说突击切，突击切，突击切，用这个句子的时候会叫发音会发出这个音，突击切，突击切，就是谢谢的意思。但是口语里面你拖欠呢，就是本身他那个拖，恰容欠，拖欠呢，拖欠呢，拖欠呢，就会发出这样的一个声音，不会刻意发突击欠呢，突欠呢，拖欠呢，拖欠呢，那这口语的一个发音就很自然的会没有刻意讲到说突欠呢，没有刻意讲到突欠呢，但是你字面上面要写的时候，不要这样去写
其他的人看不懂这些是啊阿扎图阿扎图切纳阿扎图切纳图吉切图吉切好接下来除了卡桑你要不小松眼卡桑你要不小松眼这边表示卡桑是昨天嘛，对吧？你就是睡，要不就好，对不对？那睡得好，那你要不小松眼，小松眼，这个小松眼你要不就是你睡得好吗？你要不小松眼，你要不小松眼，这是口语，口语里面就会讲到你要不小松眼，小松眼，呃，意思是你要不酷松眼，你要不酷松眼，我们不是你酷吗？你酷是你酷松眼，你要不酷松眼，也会讲到那你酷。你酷，你酷，你酷你要不这个 short 这边的所谓的 short 就相当于 cook，你如果是把这个 short 改成 cook 的话，卡桑你要不 cook 松眼哦，错了，당구你要不씩 cook松错了，당구你要不씩 cook松밀람양要不씩当松밀람양要不씩当松。所以这个句子里面的前面的生词，我们刚才讲到 milam 嘛，对不对 milam， 然后是党共你那这边你看他用了short 嘛，对不对？回复的时候他说用 cook 党共你也不是 cook 松党共你也不是 cook 松这个地方有这个句子对话里面你们有问题吗？你要不习酷松，这个习我们不是文法里面有吗？我们在教文法的时候，不是新写过现在习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下有个习个习也是就是你当然刚刚同学有提到说是一个睡了一个好觉，是睡了一个好觉。对，睡了一个好觉，以这个的意思啊。如果不要学，你也不酷松，可以啊。嗯，你也不记酷松，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你也不记酷松，但是针对你这，如果是依照文法来讲的话，是你要去看我们文法的过程当中，你要去看什么用记还是用习还是用系。
你们应该大家都忘记了吧？以前是你们往后来上课的时候，早期的那个复习拿过来文法的这些，这个时候才会知道，才会在可以家长复习嘛。所以就是针对他说你要不扩松就可以了，你没有错，就是我们通常你要不扩松，你要不扩松啊，那你要不去扩松，就是他在加强一个语气说，我睡了一个好梦啊。针对这个方面呢，你们还是对加强你们的对于这个上面呢，要去注重那个语气，那个语气，因为你们也是在这个学习藏文过程当中，是不是一个呃还没有像藏人那样很流利的去讲嘛，对吧？再说有些地方是慢慢会理解，不会把一下子全部都能够吸收得到啊。好，我们再来一次亲密睡着彻底应的阿加突亲呐，卡桑你要不说什么？错了，当过你要不是扩松，米了米样要不是当松，哦，那边有个出来了一个哦。所以这边很酷，我已经那个改了，开始就哭，很酷，我用开始很酷，很酷，开始就哭，我们那边是开始就哭嘛，很酷，但是嗯，口语的发音里面会发出那个声音，很酷，很酷，开始就哭嘛，很酷，很酷，在写的过程当中是这个很酷，开始哭，很酷。你们在字典里面查的话，就会查得到这个字开始很酷。对，写这个开始是酷，对对对，写这个，对对，很酷，会发出那个声音，很酷，很酷。哦，嘎布，嘎布，颠吧，颠吧，圆球，圆球，圆球，颠吧，颠吧，嘎布，嘎布，很酷，很酷。在这里是嘎布没问题了，颠吧就是也有显现，也有显示，就看你前后的句子来去翻译那个颠吧。那远球我们通常是 chop 就是水嘛，chop c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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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chop chop 吧 chop 远 chop 远 chop 好，所以远 chop 就是我们供的供，就是在佛前供水的部分，我们会讲远 chop。嗯，这个是说成供水嘛？但如果是供水的话，变成了叫你做一个动作来去供嘛。那允确不是单一，就是没有一个动词，允确不是就是名词，它只是一个供水那个所要供的那个水，我们把它称为允确。那如果你加动词的话，允就批是吧？允就批哦，就那个时候就变成供水啊。对，允确单一就是
那个要供的那个水叫云丘，云丘一样。切跟切是敬语嘛，丘是一般切去，我们通常会讲嘛，切去就是喝水嘛，请喝水，切去切去，是吧？去我们通常每个礼拜、每个月都有，就那么确保的去啊，切去，切去，就是喝水，出痛啊，出痛。如果是不是不讲敬语的话，出痛。哦，讲敬的话，讲敬语的话，那就是切去，切去是吧？随着去，是吧？哦，请喝水，切去啊。所以这个应该不晓得是这个中文翻。嗯，共识的话，你已经动词了，那就是就批，云就批啊。现还批哇批哇批哇，就这边有共，对，批我对啊，对，这个批就是过去式了，那云就批就是现在，我把是批了批，这个批云就批我啊，跟上那个是这个是 p 就是过去式，这是现在式嘛，意思一样嘛。比如云就比云就 p 一个 p，那你说反正动词它就给什么？领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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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雀主要价格，我们会讲到孔雀叫领空，领空领空，呃，孔卡这里就这个人不加也可以，我这边用了红色的。孔卡这里就是多少钱嘛？孔卡这里啊，孔卡这里贴加一个前面东西的话，你买什么东西你要输的话，贴了孔卡这里啊，汤个贴了孔卡这里，汤个孔卡这里，汤个孔卡这里啊，那就人工卡这里就是呃，在对话里面用了人工，人工就是价格也是跟人工卡这里啊啊啊，背下背下卡这里可以啊，背下就是多少钱嘛，背下就是印度人用的呢嘛，背下就是背下卡这里就是多少钱，多少空就是一般人工指的是价格空卡这里空卡这里啊，cash c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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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最便宜的，好吧？那有什么最便宜的？卡拉有的，cash 卡拉有的。台湾那路加了空 cash 卡拉有了，在台湾的最便宜的是什么？修过的，修过啊，牛骨 cash 的呗，牛骨比马罗马嘞，交通最便宜珍珠
出亏，出亏，出亏，出亏去，出亏去，出亏就是开水嘛，出亏啊，出亏吗？出亏吗？如果加一个吗的话，一样，出亏吗？就是开水啊。对啊，不止热的，已经开水。嗯啊，可以加出亏吗？啊，你说亏吗？亏本身是动词嘛，对不对？它有个那个出亏就是变成名词了。那出亏，出亏吗？加马也好，不加马也好，都是一样。那有人会是出亏吗？就是已经一个开的一个水拿过来啊，出亏可以也是，那出亏吗？你加麻跟不加麻也，人家都能听得懂。二是扩张、瞠目，是不是？啊，扩张，嗯，扩嘛，这里提到了扩就是开的嘛，对不对？我刚刚讲到扩嘛，那你如果想要比我们是场目，场目是什么？冷的嘛，对，场目是冷的，对不对？那你需要，呃，虽然是开水就是开过的水，但是它是冷变冷，不是热的。那你就扩张就扩张这个是的，扩张扩张意思什么呢？意思就是虽然是以开水，但是它不热，是冷的。嗯，冷开水啊，冷开水，冷开水，扩张，冷开水就是扩张啊。哎，热开水一般是你们是热是已经开的，不一定是烫，一定是热开水烫的话，就是会不会已经是开课？热开水就热开水可以，这应该是刚刚讲到是扩张，就扩张。嗯啊秋葵么是热开水嘛？秋葵烫是扩张是冷开水。那刚刚同学讲到热开水嘛，热开水就是秋葵吗？秋葵吗？啊，秋葵，秋葵，我们用这个词吧。啊，秋葵，你要说一般是还没有开的，但是热的话，那秋茶不？秋茶不啊？一般不是，就是没有滚，还没有开，就是热秋茶不？秋茶不？如果是区分的话，这边的讲的出龟就是已经开水了，已经煮开的水叫出龟。那出差不多的话，它的范围比较大，也还没有煮开的水，但是热的，再叫出差不多。那已经开过的，就是已经煮开的水，可以说煮开水嘛，已经也可以讲出差不多。所以它本身出差不多啊，热的嘛，所以那出差不多的范围比较大啊。他那个对话里面呢、这边讲到我那个另外一个版本里面我有解释，那这边是没有说。啊、
他大哥问他梦到了什么，他因为前面我们的句子里面说他有昨晚做了一个好梦嘛，没人也不是当时是吧？没人也不当时的是吧？没人，那大哥就会问他梦到什么嘛，对不对？就是说取笑他，呃，我这边漏了一个，这边是谢若涵，是他是印度的一个男主角，就是电影演员明星，一个印度的明星。他不是说昨天我梦了做了一个好梦吗？那大哥就是跟他斗啊，你梦到了他吗？就是谢若涵，哈，谢若涵当属于，谢若涵当属于，谢若涵。谢若看当属于，那你们不一定要问这个事，那你要问什么啊？阿妈没那么当属于，梦到妈妈了吗？阿妈没那么当属，阿妈当属于，你说，呃，嗯、这是印度的那个明星，那你们也有很多明星嘛，也可以。现在台湾来讲的话，也很多很多韩国的明星，或者是，呃，这些都会讲到嘛，对不对？所以，他的印度名称他是谢伦堪，谢伦堪当松耶。那个堪他们用的印度的很多明星或者人后面有个堪的这个词的时候，就是回教徒啊，是吗？啊，翻成汉，啊，谢伦堪、萨曼堪，呃，阿米里堪，好几个明星都是回教徒。他就知道梦到了他妈，这是不是这个名字？那就他就回复说，我们就不用写入汉，你们是想假如我们去米lâm当中诶，梦到尊者了吗？对不对？啊，还是说在为那么米lâm当中诶，是吧？根本上是在为那么米lâm当中诶，啊，米lâm当中诶，啊，当过俺尼lâm囊啊，很古高不是点送啊。这里应该是漏掉了一个句子是什么呢？这个时候你们上个礼拜他讲到大哥讲到这个句子的时候，他用了一个 come on，有没有 come on？在这里他会回复说 come on，应该是从这里他就会我们看那个 come on 了，come on 了，是不是？多嘴嘛，就是啊。这边句子那个电影里面他就会觉得说 come on 了。我们上个礼拜上周嘛，come on，你们多嘴 come on 了，come on 了，come on 了，come on 了。但是口语里面用的是 come on 了，come on 了，这个不用写了，come on 了，就多嘴嘛，啊，你们就听到了 come on，come on，是不是？你们都说 come on，好，当顾啊，你能难啊，你能难，顾搞不起，点送啊，这个啊也是就是口语里面后面的一个语句，不用写，你点送就可以嘛，点送就可以，一般是当顾啊，当顾啊，你能难，顾搞不起，点送啊，哦。所以他觉得这里是我漏了一个，是 good 不是 good。I guess something good will happen at today。他用的是讲 good will at today，所以他讲的是昨晚我在梦里显示一只
它是一个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好，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好事，是不是？会发生，对我来讲会出现发生一件好事啊。这个是 good 不是 good good good。 好，接下来俺주 연습 가르치는 표기요래. 안 주 연습 가르치는 표기요래. 在这里强调这个度格是，但是口语它用的是俺주 연습 가르치는 표기요래啊，俺주 연습 가르就是俺주 연습 가르치는 표기요래. 我们为什么要供水嘛？我们为什么要供水？他问가르치는 누가 가르치는 셰바 什么意思？ 가르치는 셰바啊？ 가르치는 셰바 为什么要说？ 셰바 就说嘛啊。 가르치는 세바啊？为什么要吃啊？是吧？ 가르치는 떼바 对，为什么要看 가르치는 떼바啊？ 가르치는 로가 가르치는 로바 读的话啊，对不对？可以了吗？ 가르치는 가르치는 在这边呢 가르치는 가르치는 기부민도 가르치는 기부민도 对，为什么不高兴嘛？ 기부 就是高兴嘛， 기부 是高兴呢， 기부민도 就是不高兴呢，是不是？ 기부 会写嘛？ 사가다 가야다 자주 기다 기 바나보 기부 这个 기부 가르치는 기부민도 为什么不高兴啊？那你要讲理由嘛，是不是？ 가인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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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下面前面问的是我们为什么要我们为什么要供水嘛，对不对？啊，那他就回复嘛， 가인스呢？ 가인스呢？ 这两个要学，人家가르치는一定会有，가르치는的话是为什么嘛？那你要一定会가인스呢，是因为这两个是这两个가르치는 가인스呢一起会问跟答，会前后会出现。가인스呢？추디 공캐슈즈吧。 가인스呢？추디 공캐슈즈吧。 가인스呢？추디 공캐슈즈吧。 因为呢这个水是最便宜的啊。캐슈 캐슈 공캐슈 가인스呢？추디 공캐슈즈吧。 센나吝啬嘛，对吧？全大
屯大一个事情，早啊早啊，主要的，它早啊是主要的，或是根本的啊。说说说说，这里我们讲到说说词我是自己，一般是各自嘛啊，各自说说。那现在这里我们待会接下面的那个对话里面，说是就会用的是自己，卡雷卡雷，归拢归拢归拢，开罗瓦开罗瓦开罗瓦，亚波亚波，哦，可以哦，嗯，偏晕偏晕，六十六十六十，啊，习俗嘛，啊，偏晕就是利益嘛，派语派语，故乡，塔罗瓦塔罗瓦，盛行嘛，塔罗瓦塔罗瓦，派语派语，六十六十，偏晕偏晕，没有塔罗瓦，对，塔罗瓦，塔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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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塔罗瓦塔罗瓦，啊，塔罗瓦塔拉有卷舌，塔罗瓦塔罗瓦，它是那个句子，它大哥回复的句子没有结束啊，还继续在。미수 표어이네 미수 표어이네 미수是谁嘛？就是这个点呢是可以讲到任何人啊。미수 표어이네 미수 표어이네 세나 말레야기 세나 말레 야기 된다리 세나 말레 야기 세나 말레 세나 말레 세나 말레 야기 된다리，你们看这里세나 말레没有口语上没有特别念到，因为它直接是它的音是妈妈。세나 말레，对不对？在讲的过程当中会发音会发出妈，세나 말레，这是妈，对不对？因为是妈的时候就萨玛当妈嘛，我们这个发音妈的时候就是发出的那个声音呢是。你们会听到的时候，它的发音是，这个嘛，萨玛达嘛，这个是嘛嘛，对不对？萨玛达嘛嘛，那边讲的是嘛，反正是否定嘛，否定。lip 就是 lip 上面加一个嘛的话是否定，对不对？所以，在你们听那个电影里面所发出来的是，我们一般口语里面会它的发出来的那个声音就是比较强调的那个，不是强调，就是很强的声音嘛。세나 말이야 세나 말이야给挺大的，所以这个完全是牙 key 是这个不是属歌啊，这里的 key 不是属歌，只是一个口语里面 세나 말이야给挺大的，这个不属于属歌的词句，只是在口语的发音过程当中会讲到了这样一个句子，就是세나 말이야给挺大的
很大就事情嘛，对不对？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供水的意思是，不会有升起吝啬嘛，不会升起吝啬的心啊没有意思啊。哦，口语，口语肚子，时间是那么的。好，休息，这时间45分钟嘛，那就休息。前面，别拿的，就拿来啥子？前面，别拿的，就拿来啥子？马上提光线了吧，没得时间住呢。他看他饼干，看他出来吧。你回的除了单这是个对。我上第三选个是你搞的，你饼干什么都可以你搞去了，俺们那看对你给学学吧。什么住呗？我现在快保送了，还去到得下。看是到我搞了是这个给这看去给弄还是？哦，公司就送的是挺多。空个送下来呀，谈的叫了全部利用作，变成年过700地套了，变成3点南龙用下来呀，原来没了国粹这么多，旁边龙就当叫马来送下，说是确实结果的开全部去送下。前面，谁叫特定的？大家推荐呢？可是你也不晓送啊，吃了当我你也不修口，你都没有修的。谁的款当送啊？吃了 come on，但我你都那难过搞的啥？I guess something good will happen to me today。吃了我就问这开心屁我了。看是那去的公开晓得吧？没需要票呢，谁那马来屯大是？这位说是票的卡林比呢，古龙的也不是去呢，的了朋友全部是过是。的老师呢，他是朋友呢，你们他带不去。但呢，在下 America 那里啊，就别了全部一堆，看这呢。原来的个票搞不了呀，开车晓得，屯子的个把旁的不是这，俺那把咱们呀，全都这的上一个菜过个是。喂，他看你的啊，我读给你的，小叫特定的。拜张。前面，别拿的，就拿来啥子？马上提光线了吧，没得时间住呢。他看他饼干，看他出来吧。你回的除了单这是个对。我上第三选个是你搞的，你饼干什么都可以你搞去了，俺们那看对你给学学吧。什么住呗？
마신 거 버스는 같이 도 되셔. 가시 타고 college 되게 계절 가르치긴 가시. 공사 쪽 송리시 통도 봐. 공부 송야라야. 단대절 전부리 용조 변조 연구 침바디 토라. 변조 사대 남로 용야라야. 규례 밀어 고쳐지마도 밤에 롱저 당겨 말을 송샤. 소소 촉시 제거에 개치 모르지 송샤. 치미 세제 되린다. 아자 되잖아. 가서 니 야부 쇼송아. 吃了当你要不学过，你都没要学的。 셰리관 당송. 吃了 come on. 当我你都那难过搞死的啥？I guess something good will happen to me today. 吃了我就问这开心皮过来。 칸스는 추디 공개 쇼르와. 미스 퓨비네 세나 말에 된다. 자베소서 퓨에디 카림비네 쿨롱디 야부시키나 딜라 페인 침부 쓰고. 딜로스는 알아서 파유니 냐만 탈데워치. 다이네 대샤 아메리카 나올이야. 추빌 침부인데. 간데나. 연접디게 퓨에 가블이야. 개체쇼디. 된자디게 바 방디 부시티. 아니 바르삼리야 춘주레르 쇼에 체고고요. 왜 타경이 돼야? 나 두개인다. 쇼저 되린다. 拜张。 지미 차세다 간댔어. 야, 차세 또 세워. 지리 라니 테마야 보자. 한 고야 간리야샤 고체. 한 카이스데 키요. 송제. 한 인가리야샤. 톡제. 고송 톡스 또 승거. 무슨 한 라니 마살샤도 마살이야 고시토. 제가 마스 류기 봐 차마 차바나시. 제가 차마 차에 차되다. 류기 차 제한이 파에도 차가 차었어. 제가 차 채워가 고송 투디. 그래 말하면 하고 싶냐? 아니 저와리도 샘지 탐제 펜버쇼 말하면 잡에나. 상모 수주고. 이나 셰루칸에 치고 왔다. 啊，吃了研究。 내가 얘 차 채웠잖아. 야, 또 나만 년 보인다. 저 수시라게 도 봐. 아우스 암질라 메팅이고 팽이 소리쳤어 암치들이 말아서 몰라 봐봐나시 야구시라도 와. 당에 키랑 샥주이도 제마제 털어게 알아 가봐 당체 멋있게 긴다. 다음주 거래 샤주 저거스도 제산이 역말배 목에 겹고 되어야 된다 가래 라스나 뭐만 깨발라 샥주 치기스 에. 타라뉴 마세. 텐텐나 말이게. 항아라니 좀 한다봐도 차서 보여야 돼. 몰라 되는도 저러 봐. 항아라니 당고다 도도니 밤아서 당고 대바 마치베시 강에 간데 총소. 치에서 몰라 야구 밥도니 정말로 대대라 쳐서 와. 다딜랭게 걔가 아굴라 가봐 당체 키랑 샥주 제마제 털어 멋있게 알아서 치긴다. 또 아니 가봐샤. 라우 농도인배 부 아마이 아린이 당기 아굴라 두에 가리 지가 삼아서 가신수세 알레 아니 소밀라 두에 소밀라 게임게 손도 친수세 아니 저쪽이배 가리 야 저거 계수세 헬로 저 베사샤 나라니 보이게바디게 야에 중가 건다데 초밖에 쓰기도 와. 다 아메리케브리 유쇼 다딜랭아 폴리스기 주면은 차. 아니 보고디 딘데 따고 슈퍼란 게 앞대체 가르치기면 아. 샘데마지 란 착색 맞이다 러버 쩔더나시 란 러버 중도 건요에 녀샤 녀마 러버스도 와 러버고 카콤니 신나나 추자가 침브리 데네고 교주직 딜레브리 러버고 추통에 갑리야 홉되게 차스 양가지 사고 갑게 코시에 코딱지 야고지 맞아브제 남 사버 삼제 코판에 베치 심지 강골로리아 랭갸가 침브리 아니 제리아 심지 사몰로 용어제 더디가네 주인난야 양가 침부 사고 통도와 강게 콜리아 김쇼브리 제자 계라 러버젤로나 시 맞이다 가서다 완전 알아보고 쓴데도 쓰고 라니 좀을 시시 다 가대다. 마산라 개직 말에 신데 맞이다 겸도 먹어 가리쇼네
알아서 베베 내가 police 지 되게 걸 말해. 가인 나다 등산 와서 보고 되게 되니 좀 사이즈라 축구랑 겹 되지. 점점 안 보셔야 돼. 저 산에 police 지 말해서 지기 그래. 그래 아니 라스나 알아서 보고 되게 돼. police 지제스 에. 니랑 맞도다. 니랑 중로가 셔. 나가 뭐 보직다. 뭐 지기. 지다라 좀더 샤시다. 수시라 게다. 니 엘레레 이베 저저라 폰타체 군지예다라 뭐 겸녀나 요거 뭐 시켜서 시고 말베. 뭐해? 네. 니 지대 시켜오라고. 님 칼라 가르쳐. 영국 갈라에. 영국라 가르치는 거 줘 봐. 다 도지스 뭐 맞아? 알아 아니는 맞다. 뜻답다. 얘기 님고 뭐 멋있어 말베. 가서 정배 전화 군주기는 칼라나 살 가시 시켜 당서 와. 다들 완전 식수는 깨는 말베. 뜻인경 아는 게 주셔라 가봤다 말베. 요. What's up, children? 怎么不能用？马上提光线了吧？ 지미. 얘나 나 전화 내서서.啊，辛苦了。马上提光线了吧？没得是业主呢。 다 걔나 빙가 걔나 돌아다. 你可以的，除了单只要是开对。 완전 디사 신경 즈니 가스트. 예 빙게 삼주 거의 니 가지라. 아무나 갔대 이렇게 주셔 봐. 3주呗。我现在和保送了还去到得下。 가시 따고 걸레스 두개 계절 가르치긴 하시. 哦，公司这个送的是挺多。空个送下来呀，谈的下了怎不能用作，变着年过七八地套了，变着3点哪么用下来呀？原来没了国粹这么多，旁边龙就当给我妈的送下。说是确实结果的开始没去送下。 지미. 세제 되린다. 아자 되잖아.可是你也不少送啊， 칠라 당고 니 야부 쉬고 니도 매 야부 쉬고. 谁的款当送啊？ 칠라 come on. 당고 니도 나 한국 가고 싶댔어. I guess something good will happen to me today. 칠라 가서 왼쪽 가진 피고라. 看是那去的公开晓得吧？没需要配备呢，塞那马来屯大是。这位说是配备的卡林比呢，古龙的也不是去呢，得了偏远全部有是个是。的老师那是配备呢，你们他带过去。但呢，在下 America 那里啊，就别了全部有的，看这呢。原着的个配备搞了呀，开切晓得，屯子的个把旁的不是这，俺这把咱们呀，全州这的上一个菜过个要是。 왜 타경이 돼야? 마 두개인다. "所以你们在那个影片里面的单次听的懂几%？听出来就可以音那个听出来。哎，只要听得亲密，可以啊，亲密就听到就。拖机。好的，到底那个我们到哪里？它是
对不对？第一句，三的马来亚个挺大的是吧？米水皮我一年，三呢，马来亚个挺大的，米水皮我一年。你们要注意这个断句，那才会讲的过程当中就不会混淆。三呢，马来亚个挺大的。这个已经讲解过了，对不对？这个米须就是任何人嘛，所以就做个，早位说是皮亚迪，早位说是皮亚迪，早位说是皮亚迪。卡里因不一年，卡里因不一年，归拢的，也不欠呢，归拢的，也不欠呢。所以早位说是就是我这边是自己早位说是不管自己供什么不管是卡利因不一年，这个我把卡利因不一年是任何不管什么，所以我把那个中文呢，把这个不管挪到前面嘛。早月说是皮亚的卡利因不一年，意思是不管自己供什么。说是各自有，但现在这里是说就是自己说什么东说仁义就是自己，说是兵家自己的，说是兵家是自己的亲人嘛不会说各自的亲人，说是兵家就是自己的亲人。不管自己供什么，所以早月说是皮亚的卡利因不一年，早月说是皮亚的卡利因不一年。卡利因不一年，卡利因不一年，卡利因不一年就是不管怎样，不管什么的意思，不管什么。归拢的也不欠呢，归拢的也不欠呢，有欠就是带嘛，对不对？所以有带着良好的动机，归拢的也不欠呢，动机是归拢的也不欠呢，对了，偏全部有的，对了，偏全部有的。偏就是利益嘛，那全部就是有很大的利益偏全部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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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个有的，所以的意思是说，它是有广大的利益，但是这前面这些说法就是有这样的说法。是别人有这样的说法，所以是个有人。铁卤水就习俗嘛，这样的个习俗
안조 파유네 나무네 다르대바 찍지 안조 파유네 나무네 다르대바 찍지 안조 파유네是我们的家乡嘛呢是我们的家乡从我们的家乡或在我们的家乡在我们的家乡是안조 나무네 안조 파유네 나무네就是就从前从以前나무네 나무从前对吧나무 다르대바 다르就是圣心다르就是圣心다르대바就是圣心因为다르대바这里用了다르대바 다르워就是圣心다르워就是圣心那现在口语里面用了다르대바嘛就是一直这样盛行的意思다르대바谢대바谢就说嘛对不对一直在这样说谢대바 사대바那口语里面都会用这样的一个语句动词后面一般是대바就是做的意思嘛是不是대바谢대바就是有一直这样说人家谢대가有的空个顶着谢대가有的就是他一直这样说嘛就是他的那个比方说有些一直念嘛有些人一直在念一直在念的时候也是会说顶着谢대가有的那就是谢就说嘛有人会这么说谢대바不是没有句说안조 파유네 나무네就一直在传的意思一直在说코딱바 된데谢대가有的但是他每天都会这么说코딱바 된데谢대가有的그렇게 된데 그냥谢대가他一直都说这样的一个话题比方说如果是有人在演讲他每次演讲都是用了一个主题里面呢用了一个句子就是反复都在用的话那也可以用这个谢대바大把的谢대가有的它就是一个口语里面的一种一个说法在动词后面的一个可以说助词吧刚刚的它的就是本身是动词嘛谢대가有像这样的个句子呢你们就有时候是谢대바 다르대바就背下来这个句子刚开始你不太会理解这个在什么那就慢慢在念讲的过程当中就会有语感이내 강자 풀급 개치슈最重要嘛对不对풀급 풀就是供的那这个급是时间嘛在这个时候풀급供水的时候嘛供水是扛着
如何？一年，但是，对不对？这个，顿差的，就是顿就是7个嘛，对不对？顿差的就是7个一排，就是顿差。一般我们西藏人供水的时候有7个嘛，7杯，那个叫做顿差几，顿差几，顿差2，顿差3，所有7个的有1个，有2个，有3个啊。邦吉布，邦就是一般是连，就是排那个1排、2排、3排，对，邦吉、邦尼、邦松就是一个排。那吉布就是动词，那邦吉布就是整齐，邦吉布，帕藏是间隔间隔，缺吧是供养嘛，缺吧。群住，雀也是贡品嘛，雀吧，雀就是一般是贡，那群住是一个贡品里面怎么就是谷类的一个贡品嘛，群住，猪是一个谷类的，群住，胸吧，就胸部就是能塞，胸骨肚诶，或者挤得下吗？胸骨肚诶，胸部就是能塞的意思。车西，滚吧，需要嘛，对不对？车西是标准。好，他一年，铁下，他一年，铁下，那这个是这国家呢，America，对不对？America 囊了，America 囊了，台湾囊了，是吧？他这中间用了，因为他们都在美国，就中间用了一些英文嘛，对不对？bill，现在印度也是都会讲bill，就是那个账单呐bill，全部印度，看这呢，一年，他一年，铁下，America囊了。bill全部，这bill全部印度，看这呢，是吧？他一年是的，但是对不对？但是嘛，他一年是但是，底下就是现在，对不对？但是现在在美国，美国bill全部就是水费很高嘛。水的那个全部就是大，但是这边是要高嘛，水费很高，因为水费很高，印度看这呢，所以不太清楚。看这呢，你不确定吗？看这呢，你不确定的一个语句一个说法，看这呢，看西云雀飄急雲雀飄越急啦，開氣笑但是他发出来的是我听到是開氣笑，那这是指的是開氣秀，这边有是開氣秀嘛？那我口语里面发出来了開氣秀，意思就是气绪，開氣秀題，按照这个发音的话，開氣秀題，
啊，蹲字儿铁，啊，蹲字儿铁盖，这个一定要一起，这个铁后念在后面的啊，不要念蹲字铁。如果是蹲字铁的话，那就讲的这个铁代表前面的。现在是铁，我们跟这个后面的 k 一起念起来，蹲字儿，蹲字儿，铁盖，铁盖，拍儿，拍儿，帮着不急。직 방 직붙이 직 방 직붙이 직 아니 파삼라 춘주 춘주리리 송야기 채鬼鬼有的啊，云就配为个，俺这里云就配为个了什么？云就配为个，就是云就是供水嘛，所以供水的时候，开气序就是最主要的嘛，开气序最主要的是什么？顿杂体给把这些气质的这个供杯呢，体给指的是就是这个气的供杯，气质的供杯，啪，旁指不起这就是排成一列嘛，旁指不就是啪就是我们一般是粗啪，对不对？啪就是对面嘛，粗是自己的，对不对？那你说供的时候呢？你供品那个排列的时候是对面嘛，在你的对面，所以我们用了啪的帮着过去，像排一就是整齐。你因为有些我们讲解这个。讲话的时候会用到很多安妮就是然后的这样的一种语句嘛，就是有时候想不起的时候，安妮就是下面的句子想不起也会用安妮嘛，或者是说然后这里的安妮不是姑姑啊，我们不是有一个藏文里面一个是安妮是那个爸爸的亲戚会讲安妮嘛，爸爸的姐姐。姑姑嘛，姑姑是安妮而且我有出家众比丘尼会讲安妮啦，现在这个安妮是这两个都不是啊，然后帕藏啦，那这个间隔嘛，距离要放要一定要什么呢？群住这就一个有一个可以。群住这一颗谷物，胸压给切，就是胸压切就是能塞的胸压，对不对？前面我们名字里面是胸切嘛，胸压给切就是能够塞一颗谷物的这样的一个，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空间。OK， 我们回头来练习一下从这头去看你们来，我们的话筒在哪里？我们再练习一下。从这边，可以念吗？可以念吗？念一下。你不一定用安妮，就是你不一定用阿扎，就是如果法先师的名字你知道的话，你就法先师。那还是按照那个念吧。阿扎치매 소자 자지인다。那可以把声音。
七妹，哦，阿家突厥突厥人啊，突厥囊，啊，突厥没有囊，啊，突厥签，啊，突厥人，嗯，做啦，卡桑尼也不小松诶。哦，小松哎，对，错啦，错啦，是咩？像啦，当公你也不是哭丧，哦，党工，当公嗯，当公是哭丧，当公你也不是是扣松，米南米拉米扬米南洋也不是是当松，好，要快。哎，讲英文吗？这个走啦，错啦，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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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不是走啦，错，强哪的错，强老球错球啦，啦，对，球啦，上龙看，西罗看血肉看，这个没关系啊，当松诶，当松哎，哎，球啦看当松诶，哦，七妹，如果你男人 uncle 甲波是顶送嘅，I guess something good will happen today。哦，是，这个很酷，我没有改啊，这个开始酷，对，姊妹，雀囊雀卡远切，云雀云恰卡瑞切内普普基基有人，对，很好，走啦，错啦，走啦，嗯，走啦，扛赢谁呢？出地，然后扛开空，空啊空，对，空开小尾巴，哦，空开始是吧？空开小尾巴，空开始是吧？空开小尾巴。哦，对，这有个表情，哎，从空开始，好，下面，就啦，米水普瓦赢呢，啊，没水票啊，呢，米水普瓦赢呢，先拿马勒牙给吞大人，麒麟，赵薇从这里，稍微说说说是皮呀，的，贴，卡卡雷银巴银呢，呢，古龟龙龙贴贴亚亚波，波天呐，对，这面有个属格嘛，所以没有属格的话就是银呢，是吧？因为有属格，银呢，对啦，平原前波圆蕊，十几圆蕊的绿色蕊，贴绿色贴，对绿色贴，哎，很好，俺错，拍有呢，俺么呢，他大把，他得吧，塔他对吧？哦，他得吧，这个人，对，塔对吧？这个人，得吧，记得。当因的提写，他银呢，当因的贴下，提下对，，America 囊啦，手表前波印度银贴，对，印度抗这印啊，看这银呐，抗这印啊，啊，哈古莫斯，sorry，后面原车配备夹啦，给切小的，给取消的，给切小的，炖炸的，不对，炖炸提 K，
爬什么？爬爬旁爬旁几步几波几步几步几安妮 아니爬站了 파잠라 爬站了 파잠라 对 出主人人上亚记车国际约人，很好是嗯来呀这个月我们接下来不先等一下啊哎这个念生字念生字 찾지 터디 찾지 터디 찾지 강상 카상 강상 카상 강상 망공 당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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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민랑 밀람 민랑 밀람 민랑 니람 민랑 니람 민랑 오케이 앙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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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까보 땜바 인차 연첩 연차 표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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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링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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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캐쇼 캐슈 캐쇼 축크 축구 센나 세나 센나 세나都准大全大准大这个地方你们可以讲森那马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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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那马不要吝啬这个记住森那马气啊准大好可以等到扎波扎哇扎哇扎哇嗦嗦嗦嗦很好啊卡雷 카레 OK 꾸롱 OK 케와 야보 OK 偏远 好 루소 绿水 루스 파유 타와 타로와 타와 타로와 타와 이내 이네 이내 강자 OK 필가 풀급 필가 풀급 필가 개체쇼 개체슈 개체쇼 둔찰 방지보 방지부 파참 발참 최바 최바 네 주缺주 圈住 缺주 不对念错了缺住缺주缺주熊爸熊吧就是那个我们很大的一个碗那个盆子就熊吧这里用的是熊吧차切细괴바 对 괴바 这里用的我们不要鬼巴就是鬼巴用鬼巴的时候就是目的名词了这里用鬼巴需要念的时候需要的时候要用因为动词嘛鬼巴不要念鬼巴的话就是目的就变成名词了好可以了那是好现在可以了那我们就我把从前面念一个让如果可以回去练习的话也
我就从头念一次啊。特地，有没有不念？特地，卡桑，卡桑，党共，党共，米lâm，米lâm，尼lâm，尼lâm。아자, 침이 서저 들이인다. 침이 아자 토치나 토지치 졸라 카상 니약보 쇼송에 침이 졸라 당고 니약보시 코송 밀라면 약보시 당송 अंकु अंकु कार्पो कार्पो 템바 템바 윤첩 윤첩 푸와 푸와 링콩 링콩 캐슈 캐슈 추크 추크 졸라 시로켄 땅송에 지미 당고 ngani 당고 nga 니름 낭 응구 가부식 댄송아 지미 만추 윤접 가르치네 표기요래 졸라 가인스는 추디 공캐시르바 센나 된다 자와 소스 소소 카레 카레 꿀룽 꿀룽 캐로와 캐로와 약보 약보 편유 편유 록스 록스 파유 파유 다로와 다로와 미스 표어이네 센나 말레비아기 된다리 자외 소스 표야디 가리 임바이네 꿀룬티 약복했나 텔라 편유 첨부 요리 시기 요리 대 록스대 만족 파유네 나모네 다 대버지래 好，那我们今天上到这里。刚刚我前面念的过程当中，把那个名字都念过了。其实对话的时候，这些名字没有嘛？对话的时候声音已经确定了，所以前面那些名字不念也可以。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把那个刚刚念到的切割，应该有几分钟嘛，也可以。如果练习的话，可以听啊。哦，我们会忘记念那个修行。다니 심제 탐제라 이시 노부 레라베 텐조 주베 삼바이 다도 제바 진바쇼 강도 수단 도베치 다니 군레 면다시 셴라 삼바 탁바이 초도 제바 진바쇼 전랑군도 랑규라 도지녀무 기마타 다시머루 제베나 젠담 돈에 도바쇼 런싱인베 심제니 디두 차베 nen통체 린지 대단 체버시 니바 가외 진진쇼 다라 생기 타도키 시구라소 미리베 총가랑기 렘바다 개가 현라 비워쇼 칸라다기 펜다베 려와체와 강시기 신도 미리 뇌체나 신이 담발 따오쇼 돈낭외단 규바이 펜데 만남 군라부 마이 되단 동에 군 상황에 달라 렘바쇼 대다 군양 추계기 도베 팀에 마바시 추근 주말 시베르 시메 청와 레드쇼 OK，谢谢大家，那我们下周见。